想俾小朋友接觸社區，學習主動關心同埋付出。喺賣旗入邊見到隊員好踴躍去賣旗，作為小隊長嘅我覺得好感動同埋欣慰。賣旗好有意義，我覺得好開心。Yes，耶！大家都知道，我哋嘅信仰係以愛為根基，賣旗亦都係以愛為出發點。加入我哋，一齊傳揚愛的希望。一齊傳揚愛嘅希望。Yes，耶！報名成為義工嘅支持，記得睇我哋嘅網站賣社交平台啦。6月28號全港賣旗日，等我哋傳揚愛嘅希望，承擔主嘅使命。